今日呢個話題咧，我相信大家都好感興趣嘅，就係備用金。咁首先第一樣嘢咧，就係我覺得好多人會有一個錯誤嘅認知先嘅。好多人將教育啊、保險啊呢啲就放喺比較頭位嗰啲地方，有冇聽過？教育備用金咯，即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話，係啊。咁但係咧，即係我可以同你講喺備用金嘅範疇咧，我覺得係直情係排除埋保險先，教育咧都係排最尾嘅。實際咧有4樣好重要嘅嘢要排喺教育之前嘅。呢期節目特別是對嗰啲後生咧，都顛覆咗佢哋對備用金嘅呢個睇法。同埋大家講下前面4個，我由第一個開始講起。第一個備用金咧就最重要嘅就係意外。第一最重要嘅儲備金咁，梗係重症監護嘅錢咧，即係譬如話你遇到一啲意外 ，ICU 一日最少都5000起步噶啦，然之後咧貴嘅話萬幾2萬一日嘅，係咪？即係最少預夠10萬8萬嘅話，咁你車禍又好，冧樓又好，溺水又好，殘疾你即刻要做手術，或者係你即刻要去 ICU， 唔好傻更更攞咗佢去提前還貸啊！除非你真係已經夠晒錢提前還貸嘅話，咁你都仲可以搏一搏到未來你係唔會失業，唔會出意外。但係一旦你攞咗呢筆錢去賭，咁你要面對嘅風險就係雙重嘅。排喺第二個係慢性疾病。即係其實人生同埋死之間係咩嘢啊？你覺得其實就係疾病咯。生即係你狀態好嘅時候，疾病即係你狀態唔好嘅時候，死即係你狀態差到極點之後去到嘅一個救唔到嘅地步。所以生同死之間就係疾病咯。因為你有疾病嘅話，你其實成個人狀態好差啊嘛。即係叫做係你已經唔可以做一個你正常嘅自己，自己有慢性疾病好痛，你做咩都冇心機。咁你覺得嗰個冇心機嘅人係咪仲係你自己？已經唔可以講得上係一個正常嘅你啦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慢性疾病其實要排第2嘅。第3樣咧就係體檢。你有錢買嘅保險同埋有錢做嘅體檢，你會揀邊樣啊？梗係體檢啦。而且咧，而家啲保險都唔平嘅，體檢咧，即係啲人會覺得哇，嘥咗錢咁。你體檢係等於係預防嘛，保險已經係事後噶啦，大佬。買保險嘅目的係為咗錢，係咪先？咁但係你覺得錢重要定命重要啊？即係我嘅意思係，你滿足咗前面5樣，你先至再諗保險 ，O 唔 OK 啊？哦，係啦。係啊，其實體檢係一個咩費用嚟咧？打劫啊，第一句都問你要錢定要命啊咁，咁你99%嘅人都話攞晒啲錢啦，多數都係99%都係咁，係咪先？咁但係點解去咗買保險嗰陣你就偏偏就買咗保險啦，咁我唔體檢啦咁？咁呢啲人咧就係真係愚昧啊！預咗要使嘅錢嚟嘅，你逃避唔到嘅，每個人都逃避唔到。即係除非以後個個都冇病冇痛啦，即係科技太發達啦。咁但係暫時嚟講，人類只可以通過體檢去預防疾病，而且嗰個收效係好高嘅。收效係高到咩程度咧？即係如果你癌症嘅話，晚期發現咧就係生存率可能得10%到15%嘅啫。如果你早期發現咧，可能就生存率就高到差唔多80%、90%或以上啦。咁所以就好高嘅個生存率，就係因為個收益太大，所以其實係呢啲錢係好值得去使嘅。4. 提高生活質量。我知道我身邊都有朋友慳埋好多錢買嗰啲好貴嘅模型啊、奢侈品啊。雖然佢可能屋企又唔係話好寬裕，但係佢都係要買，因為呢啲係佢生活嘅動力嚟噶嘛。等自己嘅情緒有個出口啊。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唔好去旅遊就一定唔係必須嘅，買奢侈品就一定唔係必須嘅，係咪？人總要有一個出口嘅，所以可以自己支配嘅呢部分嘅錢，自己中意買啲咩買啲咩嘅。每年我覺得都係要有一個高塔俾自己。5. 教育。我有一個朋友個仔咁啊，話讀計算機專業搵唔到嘢做，有一日咧約出嚟，喂，群主啊，提點下佢搵啲咩做啦，因為我知道佢計算機專業嘛。咁你屋企電腦咩配置啊？咁因為我哋計算機搵飯食咧，無論你係設計又好、編程又好、AI 又好，係咪做個網頁都好，係咪做維護都好，所有嘅基礎其實都係你屋企要有部電腦噶，係咪先？係咯。咁但係我問到佢話有好耐啦，部電腦封晒塵噶啦，都唔知用喐唔喐到啊咁。又或者有啲咧就係屋企所謂嗰部電腦咧就係好孱弱嘅一部筆記本啊，即係筆記本你知個性能好差噶啦。喂，大佬啊，你去演出嗰啲人，你冇一把睇得下嘅琴，你點樣做演出啊？即係你學計算機嘅，你屋企連一部電腦都冇，你叫我幫你搵嘢做，你係咪即係開玩笑啊？真係。所以有啲好短視嘅年輕人或者好短視嘅父母咧，唔捨得喺教育嘅備用金出呢部分錢咧，其實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啦。你耕田咧要有鋤頭先得㗎，大佬。即係越係往後啊，越係要揾嘢做嗰個時候，其實更需要一啲職業培訓咯。咁你父母又唔識，咁你冇計嘅喎，你必須要揾師傅帶嘅喎。咁呢個拜師學藝都要錢㗎，係咪先？呢啲備用金啊，其實就係俾佢哋真係要行出去揾食嗰一步要學嘅嘢。即係好多人就反鬼轉嚟嘅。如果嗱聲胎教嗰陣又使幾千，早教又使幾萬，
反而到佢最需要學技能嗰陣，嗰時又反而攞唔出錢喎。咁你話係咪即係咩調轉咩屙尿啊咁？所以今期節目就係想話俾大家聽，我哋人生入面一家幾口要使嘅錢，上到老下到幼要備用嘅錢係邊幾方面？下一期節目我講我自己嘅備用金係幾多錢幾多錢幾多錢。大家如果想知道嗰個數目咧，咁啊可以去我哋嘅主頁留意我哋更新嘅。OK。